周日佛說時光第23集，願你在喧囂中仍能聽見自己。今日讓心靜下來，聽聽佛說的智慧。靜中見真，亂中見性。現代生活節奏急速，聲音不斷湧入，社交媒體、工作壓力、外界期待。佛教提醒我哋，智慧並非逃離世界，而係能在世界中保持清明。你不必遠離人群，只要不迷失自己。喧囂唔會消失，但你可以選擇不被牽動。每日都有無數資訊與聲音湧來，但你仍能選擇靜下來。靜唔係無聲音，而係不被聲音牽走。越能在喧囂中聽見自己，越接近覺醒。願你不因外界嘈雜而忘記內心的聲音。聽見自己係一種修行。佛教講觀心，不是觀外境，而係觀自己。你如何反應，如何感受，如何選擇，呢啲都係修行的入口。當你懂得聽見自己，你就不再被外界操控。願你不再活在他人眼中，而係安住於自己心中。修內聽的方法，練習觀念頭。念頭出現時，不批判，只觀察。當外界聲音太多，問自己，你真正想聽嘅係乜嘢？將聽自己變成習慣，不急於回應，先覺察感受。每一次聽見自己都係一次修行，每一次不被牽動都係一次自由。本周佛說金句：心若靜，聲自遠；念若明，路自清。願你在喧囂中仍能聽見自己，願你在人群裏仍能安住於心。